好，呢條揾 LCM，咁我哋將佢哋每一嚿嘢都拆咗先啦。P 減 2Q，P 加 2Q。第二個咧就係 P 減 2Q 乘以 P 二次加 PQ 再加 Q 二次。第三嚿咧就係第一嚿再做啦，咁啊 P 加 2Q 嘅二次 P 減 2Q。好啦，所以佢哋 LCM 係乜嘢咧 ？P 減 2Q 有一個 ，P 加 2Q 呢有兩個，跟住仲有一個 P 二次加 PQ 加 Q 二次。好啦，咁啊第一個一定唔係啦，第二個一定唔係啦，第三個有啲似，第四個有啲似，咁邊個先啱咧？有個二次，邊個先啱咧？好，我哋可以將第一個同最尾呢個乘埋佢，就變咗做，因為呢兩個咧都有個 P 三次減 8Q 三次嘛，咁所以咧我哋就乘埋佢，就會變咗做呢一個啦。之後咧你剩翻呢一嚿啫，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C 啦。